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靈芝。有位女網友佢留言俾我，咁想睇下佢今年個流年，咁樣交俾我資料都好詳盡，咁重點追入去睇到一啲嘢，咁我哋一齊分享下呢個盤啦。我哋睇到呢個盤都幾特別，年柱係丙午，日柱亦都係丙午，啲火咁強咁旺，目前行緊個地運咧就係三元九運九紫火運，今年流年咧又係丙午，咁應該有啲嘢睇下嘅。丙火太陽，佢本身咧係中意勞碌啊、奔跑啊、向外啊，配合男性係比較好。問題咧唔係太大。如果女性嚟講咧，就女生男命，辛苦嘅。咁喺舊社會，女性係在內主內居多，比如落田啊、茶園嗰啲咁。丙火嘅女性咧，要佢留喺屋企做賢妻良母，咁一定係悶死佢嘅。佢唔靜得，越靜咧，佢越發脾氣。首先影響佢丈夫，其次咧就係仔女，所以丙火日主嘅女性咧係唔適宜太多仔女嘅。原因咧係照顧，現今社會咧就可以揾姐姐幫手咁啫，但係咧佢本身中意向外嘅，所以安排小朋友啊、照顧啊，會帶佢哋出街嘅多，或者咧係安排外向嘅活動。所以如果個丈夫佢睇到咁啊，似乎會覺得咧，做阿媽咧咁樣照顧小朋友，咁樣點得㗎？所以佢仔女一個嬌兩個妙咧，就較為理想啲啦，唔可以多嘅。另外一面咧就係仔女方面，咁熱太燥嘅時候咧，仔女係難求得到嘅，所以出外工作有自己事業咧係比較好，因為咧佢係外射型啊嘛，加上印星為忌，咁啊同丈夫啊時時係冇偈傾，就算有偈傾都唔啱雅嘅。咁啊，同屋企嘅長輩嘅關係咧，亦都唔係咁好。命主嗰個命盤有兩個丙午，再加上流年亦都係丙午，三個丙午就係三朋格，咁亦都係專旺格，咁好啱命主㗎。咁因為專旺格係好需要身旺嘅，身旺如果自己可以一柱都係助通根嘅話咧，咁出嚟朋友之中啊，或者兄弟姊妹之中咧，佢會係佔有一席位，或者係話事嘅能力，有領導嘅能力，同埋有嘢嚟到嘅時候咧，都肩負到。咁啊，日主丙火，佢用神就係土，咁仲要係濕土。目前嚟講冇問題啊，不過唔算好，因為佢個人又燥，又好似食咗興奮劑咁。咁喺大運裏邊嚟講咧，就行緊52歲呢個庚寅啦，寅午又合火，雖然咧就係旺啊，不過過咗，從神有傷，咁啊要留意下膽石、血管、心臟嘅問題，咁樣急需要用水，留意係唔可以用天干水，即係貴水啦，咁啊要用地支水嚟到調候，又係滋潤佢，咁啊唔可以克制佢，即係咧就唔可以用子水啦。丙午就合化火嚟咗兩個地支火，對佢嚟講咧係唔好嘅。因為過咗啊嘛，但係專旺格就冇事，咁佢自己冇事，但佢唔係一個人存在嘅，身邊有人有事，咁日擔心夜擔心，可能要請假照顧佢啊，又要帶出帶入咁嚟睇醫生，咁呢啲咧就係嗰個個體冇事，就唔等於佢冇事，好多嘢咧就要煩，好多嘢咧要心痛啊、頭痛啊，可能晚晚瞓唔到、瞓唔着。命主個命盤個火咧係相當旺㗎。而又見唔到個夫星喎，咁呢個咧係一個好處。水咧就係夫星，咁夫星咧就唔會被沾光。丈夫咧喺呢個流年咧就冇事，但係個財咧就透出咗。大運庚寅，月題係申，咁金加申透出咗個金，又唔夠火強，咁受火克。呢個係財星，財星咧就代表身體，佢好唔錫身。金咧就代表骨骼同埋大腸，咁寅午合化火，個地支太燥熱嘅時候咧，咁因為冇水分啊，有實嘅感覺，咁啊要留意下便秘啊、痔瘡呢啲大腸癌嗰個問題。日常生活咧同錢銀有關啦，自然咧亦都係使咗喺冇價值嘅地方，比如要換電腦啦，買咗部電腦翻嚟，咁唔係使大咗，需要就買，但係買咗翻嚟俾阿媽唔小心一棘，爆咗個芒，咁咪要換芒咯。呢啲咧咪就係使大咗錢啦。人生相沖，咁呢個係財星，再嚟午，寅午合化火，仲有申同午之間夾咗個未，一嚟就兩個，
呢人參相沖，咁啊夾咗個味，咁啊裡面有丁火己土喺裏面，最緊要係有個土。地支除咗熱之外咧，有土成分，咁所以咧就有閉塞啊，容易有痔瘡啊、大腸癌啊、骨骼有事，咁啊要留意，咁要去做一啲息肉啊、大腸癌方面嘅檢查。嗱，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度，咁我哋下期見啦。